伫摆主耶稣是咱上水的祝福，阿门。因为主耶稣疼咱，伊永远袂放下咱。阿门。这是咱请乐团先来学乐。阿门。相信希望，主听无放散我，有你听伊讲，就我伫着你。咱做伙来学乐。当我伫风雨来，有你甲我行去；当我伫困境来，有你稳定扶持；当我相信希望。听无放下我，有你听伊讲，就我伫着你里。我爱你，听我专心专意专意，因要高鼓你的名，我绝对无怀疑。我爱你，听我专心专意。
感谢天父的恩典，互咱的台湾一直伫上帝的听的路上，互咱基督徒在奔跑的时阵无怀疑，因为咱知上帝是公义，主耶稣是真光，所以咱正做上帝的百姓，就行伫伊的真光内面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，阿门吗？阿门。这是无需要邀请咱举手来为着台湾。咱的选举两边的选举来祈祷，求上帝将这个真理甲智慧放伫这候选人的身上，互因会当所讲出的、所做的是有良心的。咱有需要这款的领袖来带领咱吗？是，所以咱唔知情形怎样，总是上帝伊讲，我的百姓啊，既然你谦卑伫我的面前恳求的，我就要带来赦免。来医治这块土地，互这块土地成做公义的土地。所以咱要举手，用咱祈祷的权柄，大有气力的祈祷，咱来甲上帝求，求上帝来赏赐真理，而且候选人的身上，咱开声来祈祷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俄罗斯，阮伫你面前，为着阮的国家的选举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互阮伫遮有一个民主，有一个自由，互阮伫遮会当来自由来信和来敬拜上帝。就当阮两边伫这个选举中间，阮求你的真理来显明。主啊，阮所要爱的是一个正义的灵魂，阮要爱是上帝你所竞选的，就是上帝你请着伊来到这个台湾，来请着上帝你带领阮百姓行这个上帝你所爱的。互阮遮的领袖，互遮的因会当来明白主耶稣你的经纶，主啊，你来听阮的劝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。